来到县江的地头啊，带我们去参观一下火龙果园。这里有一粒火龙果是啊，全世界啊最大粒的。来，我们再看大的火龙果。这些就是火龙果树了，看到没有？还有吃的，对，有吃的啊，全部还没开花的，还没有开花。对，还没开花的，它没开花就要结果了，很多的，看到。 哇，很大下的啊！对，整个火龙果园看到没有？啊，是的，啊，这些就开花了咯，看到没有？嗯，都开花，这些都开花了，开花就会结。我这里还没有成熟，还没有成熟。我再介绍你看成熟的啊，那个别蛋啊，对了，啊，这个也是还没有成熟，已经半成熟了，半成熟了。对了，啊，你看，还有星星来的，对了，哇，见识一下火龙果，你们在亲身啊。 啊，冒着强烈的太阳，拍个视频给你们看。要挑的，要穿到后面。要挑的是吧？对了，要挑的。你知道这个鱿鱼游戏吗？ 啊，对了，要跳的，我也跳了，要跳过去的。哎，对了 ，Hello， 我们是鱿鱼游戏啊，第一关啊 ，OK。哇，大不大？真的大特大，飞机这样大，它果实。 哎，再见了。